雪琪今日咧就過咗港口，帶大家睇一套上成世紀嘅大單位。呢一度咧就係入戶啦。咁呢入戶咧呢邊有一個玻璃窗俾你，跟住我哋再睇下佢廚房。你有冇見到咧？佢而家咧就未搞清潔嘅，但係廚房三件套，仲有一件喺呢度未裝，但係廚房三件套有齊晒啦。同埋餐廳呢度買埋呢啲餐邊櫃啦，做好啦。跟住梳化、電視背景牆呢啲電視櫃都幫你做好啦。仲要咧，我哋呢一度出嚟咧向南嘅一個單位，有冇見到啊？嗰度咧就係商場港口嘅萬民會商場，跟住右手邊咧就係1+1超市啦，同埋樓下咧就係濕地公園啊！我哋香港嘅朋友咧，呢一度小區樓下就有一個永東巴士站，所以返香港係非常之方便嘅。佢係飛機戶型，一邊2個房間，採光好好啊。跟住呢度就係洗手間啦。咁呢一邊呢間房，哇，勁到爆炸！睇下。可以望到咧富源個花園噶，你話你又唔使買嗰度，但係我亦可以望到你個花園喎，係咪好勁呢？咁呢個幫你做埋啦，跟住再呢一邊仲有2間睡房，其中呢一間呢度床咧就未買嘅，但係衣櫃幫你整好晒，同埋咧佢呢個橙色加上呢個灰灰地咧，非常之好睇。OK。咁呢一邊就係主人房啦，主人房套間嚟噶嘛。咁嗰度有洗手間，跟住一入到嚟，我有啲唔明佢呢一個設計。跟住咧呢度做咗衣櫃啦，同埋呢張床咧，其實我覺得係換細啲嘅，咁樣好似有啲太大啦。OK，咁呢一度咧126平啦，樓下就係濕地公園啦，又有商場啦。真係好靚嘅地段喎，成個港口咧呢一個地段係最靚最旺嘅，同埋佢而家賣幾多錢咧？126平，咁包埋呢啲全屋裝修咧，你只需要拎包入住，佢冷氣都有啦，有冇見到啊？冷氣都幫你裝埋噶啦。OK，咁就係138萬嘅，係咪好抵啊？所以咧，你仲喺度等咩咧？嗱，下邊留言俾雪琪帶你過嚟現場睇下啦。